數學我同佢唔係好熟，一直以嚟好彩咪合格咯，但係通常都係肥佬嘅。我試過名師補習班，係有系統，筆記又靚，但係個個都係同一份筆記，學緊同樣嘅嘢，就好似學校上堂咁，我梗係跟唔到啦。我又試過坊間小組補習，導師坐隔離，唔識可以即時問，但係佢哋冇自己嘅教材，筆記都係左抄右抄，係咁狂操 past paper， 好多題目我都唔明點解，都係冇咩作用。後來同學介紹我嚟 Math Concept College。Math Concept 2012年成立，分校遍佈香港、澳門、廣州、新加坡及加拿大。Math Concept College 專門針對高中數學課程，應對各項公開考試。學生入讀前先做學前評估，透過 Math Concept 獨有嘅評估系統，準確判斷我喺不同課題嘅能力，幫我度身訂造個人學習計劃。呢個我覺得咧就相對地應該係呢個位你比較弱啲嘅。我而家應該教咗呢個，我已經教緊呢個，你可以報咗劇稿嗰個 topic 先啦。報翻你呢啲弱少少嘅地方。計劃包括課題影片 video lecture 同個人輔導 tutorial。課題影片 video lecture 影片及筆記由 Math Concept 課程發展組根據公開考試嘅最新課程大綱精心編製，內容深入淺出，詳細講解每個課題嘅重要概念，涵蓋所有常見嘅考試題型，拆解學生常犯嘅錯誤，教授全方位應試技巧。學生只要簡單掃描筆記右上角嘅 QR code 就可以隨時上堂，即使數學根基好差嘅同學都覺得易學易明。客人問好冇晒啦！個人輔導 tutorial 以4人小組形式上堂，導師根據我嘅個人進度度身訂造課堂教材，從旁觀察我嘅學習情況，不斷引導提點，因應我嘅課堂表現，隨時調節課程進度。導師亦會解答我喺學校遇到嘅問題，提供額外筆記，滿足我嘅個人學習需要。每星期90分鐘個人輔導，課題影片、完整筆記，互相配合，拔尖補底，話咁易啦！我讀咗3個月，已經追翻之前嘅進度，做數得心應手，學校成績明顯進步。其實數學都唔係咁難啫。Math Concept College 一切從理解開始，100%因材施教。